Hello，我觉得你挺漂亮的，可以给你拍张照吗？那是不是给我拍一个？有可能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过来。好，好看了。给你看一下。哎，这个好看。都好看。那不是都好看？怎么样？我看看。我这里有记录一个视频。可以。好，我懂。你上次好像没让我发。对。那我这次可以发吗？可以可以。好，谢谢你。可以可以。好，好，谢谢。你微信名叫什么名？Q。Q 是吧？嗯。为什么我微信里这么多个人都叫做 Q？ 我给你发个信息吧。啊，对，就是这个。OK。好的好的。好，谢谢你。拜拜。拜拜。